什么啊？冰冰受伤哦？伫倒一个病院啊？好诶，我等下要开会袂当去啦，你先去看一下。冰冰的伤势是安怎？你随时打电话爱甲我讲哦。小奶奶，冰冰安怎？哎呀，老爷着急到要死，伊公司有代志吼，走袂开卡啦，叫我来看卖。到目前为止，还阁是昏迷不醒，暂时还是莫甲阮爸讲好啊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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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冰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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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倒位？爸爸，在遐。爸爸，冰冰就乖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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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冰冰，这是咱工厂家己做的哦，你要食倒一项？我要迄迄个哦。5个啊，你紧开互食。爸爸，最好食。拢是你，拢是你！囡仔乖乖，你谁拢要骂伊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是你逼死咱的囡仔，你就是杀死囡仔的凶手啦！冰冰，冰冰，冰冰，你袂当死。冰冰，你真醒啊？妈妈，就痛了。冰冰就勇敢的哦，以后大汉哦，一定会做一个大英雄。我要参照豆豆。打！冰冰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妈，用胶把给我夹起来。秋霞，哦秋霞，较紧的啦。哦，马上就好啊。秀秀，这2000块你知的，莫互阿公开钱。带阿公出去耍，爱照顾阿公，爱听话，知无？知影。恁阿公遮侪岁啊，身体嘛无啥好，伊要带恁出去耍，其实嘛袂放心的是恁阿公。恁莫干那顾家己耍，恁以后耍的时间还阁足济，千万爱甲恁阿公照顾好势哦。我会晓啦。婉婉，
袂用甲阿姊吵咧要买物件乱开钱，听到无？嗯，秀秀，妈互你的钱爱收好好势，莫趁钱哦。嗯，已经收好啊。弯弯，手巾甲卫生纸拢扎袂？在。好，恁紧去。嗯，阿公，你看我穿安尼有好看无？哦，人若穿水衫哦，果然无共呢。恁看，恁拢整甲遮水。阿姊凊彩穿拢遮水啊！过过6年就会当报名参加台南的红红小姐。你足够话呢。哼，安怎？当头毛拄啊偌好，你就拍人的头，足讨厌。好啊好啊，莫吵，紧去。爸，你着较早转来哦。哦，我知啊。阿公，哦，阿公，你先等啊！哎，你唔通甲伊讲，咱要去倒位啊？阿公，阿公，你要去倒位？伊要甲阿公去注射啦，偌人教啊，拢爱注有辐射，啊，你敢有注？唉，恁拢是我的乖孙，毋是阿公无爱带伊去，是伊唔听话，我无都管伊，知无？阿公，咱要去倒耍啊？去台南再搁讲啦。哦。妈，再见。妈，再见。爸爸，爸爸，玉玲，这个所在你敢还阁会记的？嗯，我今仔日带你来这，就是要收回我过去所讲的话。范外，莫想遐多啦。世间无任何代志是袂改变的，感情嘛是共款。玉玲，你敢捌考虑过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恁妈妈是阮妈妈姨丈的查某囝，咱两个还阁是远亲，一顿茶到笑，还阁差一困呢。好佳在是咱两个先熟识，啊若无哦，我嘛感觉真该摇呢。我知影啦，阮兜是做货柜的，恁兜是做纺织的，冷冻食品加工拢是用阮兜的货柜出口的啊。搁再讲，咱还阁有亲情关系，敢若完全为着利益上的关系来结合的，对无？事实就是安尼啊！我是惊人伫咧背后会讲哦，家己的水肥啊，家己的田。你吼足讨厌呢！你甲我当做水肥哦？咱结婚了后，有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，你敢捌想过？什么代志？咱袂当离婚，假使讲咱感情若是有问题咧，嘛袂用紧。婚前咱家己会当做主，会当唔结婚。但是若结婚了后，咱就要坚持落去。哦，恁爸爸，还佫有阮爸爸，伫咧工商甲航运界，拢是真有声望的人。咱袂当离婚。若是离婚了后，毋但对双方咧精神上有真大的打击，对双方的事业上、声望上，嘛有真大的损失。你即马会当拒绝咱的婚姻？老板，
好，答应我，结婚了后，任何状况拢袂当离婚。那安尼生，我嘛要安尼生要求你。当然啊，安尼，咱对对方拢爱坦白。当然。范官，你即马应该遵守你讲的话。夫妻生活袂当有名无实。这个问题应该是由我来讲。既然我也无讲，你都毋免替我考虑啊。玉玲，我已经是一个废人啊，安尼落去，对你实在是太残忍了。这毋是讲这个问题的所在。冰冰来哦。冰冰，唱歌给爸爸听好不好？哈，恁拢是台北出世的囡仔，假使有人甲恁问讲，恁阿公住伫地，你爱讲讲住伫个南部。啊，假使有人问讲台南敢有好耍，啊，恁也不要回答，安尼毋是真见笑。所以哦，阿公哦才会带恁来四界行行咧啦。阿公，这是毋是空主庙？对，叫全台修学。就真的呢。旧年的教师节，阮老师佫特别介绍台南的孔子庙。妹妹背着洋娃娃，走到花园来看花。娃娃哭了叫妈妈，树上冰冰呀下对，是冰冰的声音。无可能啦！是啦，阿公，真正是冰冰的声啦。妹妹背着洋娃娃，走到花园来看花。娃娃哭着叫妈妈，路上小鸟笑哈哈。我想要吃冰。小娥，你抱伊去买冰淇淋。好好。敢有看到冰冰？根本拢无看到，有囡仔伫咧遮耍啊！恁看，哪有可能是冰冰啦？啊，是伫遐，伫遐啦！冰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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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公，阿公，咱即摆就去找冰冰。对啊，阿公，即马阮已经无心情佚佗啊。好啦，无咱先去找冰冰才搁讲啦。奇怪，名同款的人哪会遐多哈？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秋霞，你咧收衫啊？大嫂，你出去啊？我拄仔去街路洗洗，看到2领衫足水的，我就买转来互你啊啦。来，试看卖当穿无？拄仔好呢，今仔秋霞穿互我看卖。
要互我穿？是啊，这个衫吼就是买互你的啦。大嫂，我已经有衫啦。哎呦，秋霞，你哪有啥物衫啦？自你转来吼，我就注意到啊，逐工换来换去吼，就这两束衫尔啦。逐工踮伫个厝内，有两三束衫我爱穿，就有够啊。哎呦，莫讲到这尔可怜啦，行啦，去内底再搁讲啦。哎，真是免啊啦。哎呦，这也毋是啥物值钱的好物件，只不过吼是两领衫，还阁有两双袜啊。你知影吼，好物件吼我嘛买袂起啦，这只是吼我淡薄仔心意尔啦。咱是一家伙啊，是安怎要这么客气呢？若是我真是无衫通好穿，你是我大嫂，我会开嘴甲你讨啦。我无等你开嘴甲我讨，我就先买来送互你，这就表示讲吼，咱两个人吼斗阵了袂歹啦。袂用的，我袂用一滴，是安怎？我穿袂到啊，你互我嘛是无路用。秋霞，你若是无要收这刷落来的话，我就歹势讲啊。大嫂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？好啦，是安尼啦，恁哥哥吼，你要转来啊？秋霞，你嘛知影，恁哥哥是一个故意人，伊做遮尔侪年的尊员，无爱甲人诈货，也袂走私，阮规家伙啊，就靠伊遐淡薄仔薪水，生活吼是真艰苦。大嫂，阿兄安尼做是对的，若是趁一寡无正当的钱犯法，安尼就袂好的。我嘛是安尼想，所以吼，即届恁哥哥转来，我想要请你去业界行一转，甲伊问看卖，是毋是会当替恁哥哥安排一个好的工课？大嫂，你为着阮哥哥的代志，送我两领衫、两双袜袄。这是人情嘛，我总袂当互你白走啊。调虎是阮哥哥，你关心伊，我嘛关心伊啊。也毋可亲像这种代志，互伊家己决定，咱谁嘛袂用替伊做主。谁讲的？事实是安尼啊，无得空，伊敢若会晓做主管，叫伊做别项工课，伊嘛做袂来，做无几工，伊阁走倒转去做主管，咱毋是白白替伊烦恼啊？我知啦，恁拢希望我走外挂，看我的笑话，煞煞去啊！我哪会去严家，甲因讲这种代志呢？回家，给早，回家。东东，你是咧创啥？我甲你翕相啊！东东啊，袂歹哦。恁着哥哥送互你，你就会晓用啊。这是上简单的一招，唔免调距离，唔免调快门，只要看清楚，试了就会使啊。彤彤啊，你敢有甲这钓哥哥说多谢？我已经说多谢啦。啊，东东，你上皮啦！已经袂歹啊啦。伊若是对恁够高兴哦，恁阁会当到你同学厝里，安安心心的跳舞，算到今仔日哦。妈，你敢知翕相机偌济钱偌济钱啊？ ？5000外块。啊，老的啊，咱伫咧卖佚佗物仔的店，毋是有看到一个，好亲像才几十块尔嘛。哎呀，迄是佚佗物啊，只是有卡袂当翕相啊，这是真的呢。真的哦？东东啊，东东啊，妈，东东，来，替妈妈翕一张哈。好。稍等咧，稍等咧，我要换一件衫咧，啊，甲头毛热热咧。哎呦，你哪翕落去啦？你安尼翕哦，我真歹看的呢。哎呦，哎呀，妈，你就是安尼，生活的相片嘛，随时拢当翕啊，唔免大家拢打扮甲遮尔真济，做个遐尼规矩。哎呦，培培，你伫咧傻马鸡啊？恁爸爸伫咧外口等你翕相，等多久的呢？
呦，我讲记记，你欠嘛嘅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细时节脾气变行较快哦，唔甜无啊！你讲啥物我拢听无啦。听无就爱好噶。学校规定爱讲国语，袂当讲别种话。对啦，手机啊，皮皮啊，讲了无对啦。以后啊，你要像我学讲国语啊，也若无，咱的生理哦是无办法做啊。哼，讲一个有诶无诶，讲下假巴就做唔得做生意哈。哼，哎呦，迄是只有伫咱的客家庄，假使哦有外人来买物件的时阵，哎，伊谈唔死，你是要安怎做生意啊？好啦，我天天来好，好无？笑啥？行去翕相啦，做得的无啦？哦，来，你的脚徛好，好来。哎，看遮，看遮哦！哎，笑啦！哎，我要去哦。好啊，手机啊，你来甲我翕啦。好啊。哎，翕好咧。翕好啊！我也未好，你是咧翕啥物啦？无底片啊！无底片啊？20张呢？20张，你看20张，翕下咧。好，翕了就翕了啊啦，皮皮，我来洗相片吼，洗好叫你妈妈看，好不？佩佩，你咧为啥？互我看卖敢好啊？唔好我看，嘿嘿，我就唔互你啉哦。爸爸，我要啉，我要啉。来。哦，卡叔讲爸爸会当食到遮尔老吼，喙鬚发到遮尔长，安尼就好啊啦。阿明，我不准你讲遮尔歹计调的话。我是凊彩讲讲的尔啦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霜。王太太，为着阮的代志，你别来阮家，咱嘛互相写过批。你有答应过要甲婉婉互我收养，目前我甲婉婉的生活费、教育费拢准备好啊。唔知你是毋是有改变心意？前一阵啊，你跟王先生伊来阮家，我嘛去拜访过李先生。知影王太太你最近可能会来台北，也毋过望一个面，搁一礼拜呀，我真烦恼的。
无得卡，我会去报地，也毋过恐惊毋捌去过的所在歹找。欧丽桑，欧丽桑，借问一下吼。哦，你是要找秋霞的哦？啊，我要找王太太。哦，秋霞，秋霞，有人客对台北来找你啦。你知影我是对台北来的哦？啊，我想除了对台北来的吼，原正吼无人穿你这种衫啦。啊，请来面坐啦。周小姐，我昨昏才接到你的批，这么紧就来啊？因为我伤过欢喜啊，所以毋管咧落雨，我就赶来啊。请坐。囡仔咧？因伫咧厝内无聊，出去啊，可能雨落伤大，耽误着转来的时间。伊若去阮兜就袂无聊啊，我会当用录影机放伊爱看影片互伊看。伊一定足欢喜。王太太。我听你先是讲，你要去台北，差不多是啥物时阵啊？后礼拜一定会去，也毋过爱看我的身体是毋是会堪的。看你的面是无啥好，是倒位无爽快？胃，胃，哎哟，胃病足麻烦的呢，爱较早去看哦。看过啊，也毋过无路用。你即摆去台北的时阵吼，我陪你来去找一位王大夫，伊是胃肠科的权威。阮足熟的哦，多谢你，也毋过，无要紧啦，钱你毋免烦恼，去大院赶紧将病医好，开偌济钱拢无要紧，我会替你付的。周小姐，以后才阁讲。王太太，你拒绝我，是毋是表示婉婉无一定互我受用？这是两回事，周小姐。我不管你的环境，你的做人，我答应甲婉婉互你，我就足放心的。只有一点，互我袂放心的是婉婉伊家己。婉婉伊家己？五个钟头拢无共款长，五个囡仔的个性嘛拢无共款。伫我五个囡仔内底，上爱食、上爱耍，嘛上爱水的，就是婉婉。阿兄阿姊拢让伊。小弟小妹，伊嘛要怎样？鸟鼠甲猫仔遐可爱的动物，拢甲罗仔囝斗相共做衫哦。因足古锥的，家做一件足水的礼服。想袂到，即个后母甲这两个歹阿姊，因要回姑娘去。因讲，你若是要去，你爱做足多的代志，做完才用得去。灰姑娘为着要参加这个宴会，伊讲好，无要紧啊，我甲恁做足多的代志，做好我就用得去啊。后来结果安怎恁敢知？迄个后母足歹的，灰姑娘做好了，伊甲迄领礼服，就是人家做迄领水衫，甲伊掠破，甲伊等咧涂骹，甲伊等掉。灰姑娘足伤心，足伤心，因为无互伊去，伊就一个人秘伫咧。佩佩，这树林锁啊，互你跳。我不爱，我要听阿姊讲故事。东东，你起来互我坐，我嘛要听阿姊讲故事。凭啥物？我要坐嘛。无爱。我要。东东，婉婉比你较细汉，你就让伊啦。冰冰上细汉啊，冰冰，你过来坐。哈。我要坐，我互你坐。我要坐，这是我的话。我互你坐。婉婉，你起来，你唔起来，我拍你哦。你敢？算去啦，东东，伊要坐就互伊坐啊。亲像婉婉这种囡仔，到恁兜，若是恁阁甲伊成，会甲伊成歹，将来是要安怎呢？敢真是安尼？我袂骗你，我这种人做代志一直是实实在在，
并毋是讲我甲囡仔送出去都不爱管啊。所以，因5个人有啥物歹习惯，我拢会老老实实甲恁讲。安尼是对的，王太太，你放心，我了解婉婉的惯势，我会慢慢仔改改。也毋过足费精神的呢。无要紧啦，囡仔若是做，我想拢会安尼生。一般人性来讲，拢会想要共偏。伊若来阮兜，拢是伊下，无人甲伊烧钱，到时阵无的确啥物下拢无稀罕啊。王太太，你有要紧无？周小姐，你放心，我得着这种病，我不会甲囡仔留伫身躯边上久。好啊好啊，这翕就好啊，我教你。你看，这有一个圆箍啊，只要这饲一个，这尊贵，安尼就会当啊。哦，我知影。来，嘿，打！奇怪，东东，我哪看无你哦？哎哟，你这颗镜头，你挂无拍开是要安怎翕啦？哎呀，互我来啦！我帮你翕一张，好，哎哟，你哪会慢吞吞呐？好，较紧嘞，较紧嘞啦，好啊，好到，哇，足赞的呢！豆豆，这翕相机谁买互你的？哦，是赵哥哥啊。赵哥哥是谁啊？哦，是阮大姐的男朋友。啊，阮阿姐干那大我2岁尔，伊根本就无男朋友嘛。哎呀，我搁较凄惨，我只有小妹。豆豆，我替你翕。好豆。唔替我翕，我以后嘛袂替你翕啊啦。哦，好啦，恁2个人做伙翕一张，安尼会当无？好，就这样呢，哇，嘿嘿。来，我讲替恁一人翕一张。嗨！哎，你台翕相机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当然嘛是真的啊！哎，啊你拄好敢有甲我翕到哈？哎，我这是彩色底片呢，真贵呢。我是安怎要翕你啊？哦，你无甲我翕到就好啦。恁若是甲我翕到，互我知影吼，我就甲你迄台翕相机哦，摕去烧烧啊，卖互人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
师傅啊，车试了安怎啊？阁袂歹啦。阮头家娘啊要买啦，伊问我讲，对，迄台车有好无？我嘛唔知影车到底好啊歹啊。我刚才甲伊讲过，这台车哦，捌弄死人啦。应该是当买啦。要毋过开价45万呢，我是感觉有较贵一点吧。我头拄有甲车主讲过啦，伊应该会当阁俗5万。哈，那咱40万就会使啊？你登去哦，甲恁头家娘讲，车的引擎真好，外表小考一下擦就好啊，就是车轮较歹一点啊。头家娘，看了安怎？我搁去看一摆啊啦，车吼是无走偌久啦，迄个引擎哦还阁真好，毋捌无练久呢，还阁有哦大梁嘛袂歹，就是哦爱阁考察一下啦。也毋过恁哪有较差啦，将来哦爱阁再换。你即摆哪会看了遮尔详细啊？头家娘的代志呢，我哪会使清清菜菜啊？万一这台车吼买转来了后，我再歹去的意思。无啦，我是讲哦，像我安尼哦，看较详细的吼，以后哦，你就袂阁骂我啊。你讲45万，你敢有甲伊抬价，叫伊算较俗的无？哦，无法度阁较俗啊啦。妈，少爷，你转来啊？是数千又不爱我转来啊？安怎？我无伫咧出任何代志哦。对，去看迄台车。即摆开价是45万，袂当少，钱是无啥物问题，主要是甲车看好清楚。干嘛我去看卖咧？你要去看好啊，我会使带你去。也毋过我甲你讲哦，迄台车哦会弄死人哦，就是因为恁仔破去啦。假使咱若买转来哦，无甲迄个恁仔换掉哦，恐惊以后会搁再。哎呦，你又搁讲这，有够烦呢！我的金手环哦，金破链，还佫有金手指，我平常时啊，拢唔敢挂啦。即马好啊吼，一声吼，都去人偷摕了了啊啦。互偷摕了了，嘛袂当拢赖是阮后生啊。我也无讲恁后生偷摕啊啦，啊，毋过有人甲我讲，看到恁兜东东伫阮兜附近佚佗啊。阿姆，是啥看到啊？你请伊出来。这边哪会用诶？人嘛是王约的啊！大家拢嘛知影，咱遮以前吼无遐尔啊做诶代志啦。哼，自从东东吼伊来咱美容以后，哎呦啊，尔话啊，大工都有代志啦。那你意思要安怎？老爷啊，即摆哦，唔通阁赔钱哦，赔钱袂要紧啦，连咱的名声哦，拢会赔入去。对，为着阮后生哦，就算甲你拍官司嘛袂要紧啦。裴老板啊，你是在拍啥啊？阿姆，你袂当怪阮爸爸生气，才加一喙，你过3分。今日你来阮兜讲钓贼头的代志，就是你的唔对。啥呀？我物件拍无去，搁我唔对。当然啊，你应该去派出所报案。好啦，安尼我就来报案啦。哼！这是要安怎啊？素清啊，你小弟咧？出去佚佗啊？去甲找回来。20万，这是要创啥？我去过布袋啊，看到王太太，伊病了足厉害。王太太是一个真爱面子的人，所以我想要麻烦你，将这笔钱交给伊。是安怎叫我交予伊啊？我知影你是好朋友啊。真实的，我嘛是一个爱面子的人。你会感觉真见小心。你予伊伊唔收，我予伊万一伊若是唔收，我毋是搁较无面子。也毋过你甲伊交情足好诶，我想伊应该袂拒绝你才对啊。真歹讲，手下袂无缘无故接受别人帮助啦。也毋过伊一定足需要用钱诶，你甲他斗3工好无？算去啦，伊绝对吼袂爱你这种钱啦。为什么？假使伊若收你这20万吼，伊就会感觉讲伊是咧卖走囝。请
你甲伊讲，莫有即款想法。钱我是一定要互伊的，弯弯伊有要互我，无拢无要紧。哇，20万的机票，一张遮尔啊细张的纸，写几个字，转一个音啊，都是20万。啊，这都要演戏，演到倒一工才会当赚到20万。一本1800，扣一下税，1600字，10集，16200块，100集，162200块。去年我才演30本尔，今年嘛才演13本啊。哦，我都要演5年才会当赚到这20万。也是先赚这1620块啦。师傅啊，这5万块是我养效你的啦。你这是创啥？买车本红啊！哎呀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伊是你的头家娘咧，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做代志。一台车40万，就是40万，那就加一条，加到5万块啊！师傅啊，你替我去看迄台车，你嘛有出力啦。哎呀，你嘛缀我遐侪年呢，恁师我绝对袂值这种钱啦。那安尼是要安怎哈？莫教我，你若要留咧买药仔食，随在你啦。师傅，走啦走啦，以后莫过来找我。这什么钱啊？黑心钱啊！你伫讲啥啦？迄台车是40万，毋是45万啦。是阮师傅陪我去看车的，我想讲摕5万块，互阮师傅做红包，要毋过阮师傅伊无要收啊，所以我才摕倒来害你啊。对啊，你阁真敖呢？叫你做淡薄仔代志，你阁要抽啥啊？毋是我要爱的啦。你阁有理由啊？那呢以后叫我安怎相信你啊？我妈，其实倒这人袂歹啦，即马外口做代志，拢爱抽佣金，而且也毋是倒伊要甜的，你甲歹要创啥啦？我无甲伊歹，我阁讹落伊咧。我是感觉伊迄个师傅人袂歹。对啊，伊人足好的呢。对啊，你带我去见恁师傅敢好？袂，是安怎？就是因为迄5万块啊，伊甲我骂，伊讲奖金以后无爱阁见我啦。是我要去见伊，也毋是你啦。我无去，你哪有才调去找着伊？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东东啊，你规工是走去倒啦？你若只4个找你，拢找无？我就去翕相馆洗相片啊。相片咧，摕我看卖。相片还袂洗好啊，我先甲底片砸转来。东东啊，孙太太因兜放去物件，你敢知影？拄一个孙太太啊！哎呀，都是迄个正感的孙太太啊！我才袂去偷摕人的物件咧。我就讲嘛，咱东东是一个乖囡仔，哪会做出偷摕别人的物件的代志啦？
这两天唔知影是安怎，胃痛卡足厉害，心嘛变情袂落来。妈，你定定半暝做噩梦，安尼对身体无好呢。有啥物办法？心内一直挂念着冰冰、佩佩、甲东东，唔知影因敢会出啥物代志。甲你今仔翕的相片，底片拢互我。你别听我留你死。妈，东东，妈妈，我要赶紧大汉，我要赚足侪钱来甲你治病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像飞到他。